點樣可以避免患上糖尿病？喺香港，每10個人就有1個人患上糖尿病。糖尿病本身就唔可怕嘅，可怕嘅係糖尿病所引發好多併發症，包括咗肝腎功能嘅問題啦、手腳潰爛唔能夠愈合啦，同埋糖尿病等等。好多人咧都提及點解我平時已經好少食甜食啦，但係都會患上糖尿病嘅？呢個咧係要同糖尿病嘅成因講起嘅。糖尿病主要嘅成因咧就係胰島素嘅阻抗，令到存在喺血液裏邊嘅血糖唔能夠被身體利用，繼而因為含量過高咧，就令到要通過腎臟過濾再排出體外而形成嘅。一型嘅糖尿病咧係遺傳病，同飲食係冇直接關係嘅，但係咧只係佔整體嘅患者嘅少數嘅比例啫。大部分嘅患者都係歸入2型嘅糖尿病，因為主要嘅係長期不當嘅生活習慣啦、缺乏運動、煙酒同埋睡眠不足啦、高脂同埋高熱嘅飲食習慣所引致嘅。所以咧，要預防糖尿病並唔係只係戒食糖分，必須要從良好嘅生活習慣開始，均衡飲食，食材以新鮮食物為主，減少煙酒、精製食物同埋精煉碳水化合物，每星期做2-3次帶氧運動啦，忌暴飲暴食，唔可以令到血糖水平不斷咁樣大幅飆升同埋降落，必須長期管理好自己嘅體重，先至可以減少患上糖尿病嘅機會㗎。